接力。有徐欣喺度咧干擾佢，佢但可以反超前嗰個比數，徐傑掟板落嚟，徐欣上到籃板，搏埋對方犯規，效果更佳。幕前仲有好多人係要爭上場嘅時間，神養開咗徐傑喎，哎呀男仔，驚啊！開住嘅提升啊！又變3分波冇回應，唔掂落翻嚟徐欣，到佢哋唔掂啦依家。徐傑一撇過嚟，動嘅放3分波捉埋食晒你，可惜咧彈田翻落翻嚟，搏到對方犯規。有場波咧攞到 double 啊！對深圳咧14分11個籃板。好啦，咁啊呢邊咧就徐傑拋俾徐欣，但係徐欣冇辦法第一下擺入，第二下都可以。張學嘉又係拋俾徐欣，佢單打拉高斯域就冇問題，信心喎。慢慢個信心上咗嚟咧，個球風都越嚟越穩健啦。而家杜勒斯。俾到入去，送下嘅徐欣空晒，而家個失誤數都高嘅，廣東隊又7次失誤。係啊，好啦，剩翻2分零鐘，徐欣想整個雙手入樽，但係都係2+1嘅效果。就算俾對方干擾到都有挑突。有咁嘅身高，前邊嗰個只係孔德高。得高佢恐高噶嘛，見到你咁高佢驚你噶嘛，係啊開出嚟咧俾帕特臣攞到，又係劉天宇嘅拋射，又俾徐欣干擾到，機會有布拉克斯送嘅，呢度嘅拋射又唔中，爛門啊！徐欣第3次蓋帽，再蓋，徐欣今日嘅蓋帽數唔少噶咯喎，應該5次啦，係啊最少都5次。冇錯，佢係忠誠，罰球線俾入去裏邊嘅徐欣，你睇下韋恩斯嘅組織啊，大家都多嘅，18-15啊，廣東隊仲多3次。徐欣好嘢，走到前場籃板好中，徐欣教你呢個動作點解唔走步？開頭嗰3輪3戰2勝1敗，都正常啦。但係跟住開始第4輪開始咧出事啦。輸俾遼寧、北控、上海、廣廈、福建、四川，再輸廣廈，又輸新疆，再輸深圳。